别闹！你谁啊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陆北，危机在哪儿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什么危机？我不认识，你搞错了吧？小杨，好了吗？包队长，车上只有个行李箱，还有个背包，没有其他可疑物品。小姐您好，我们例行检查，请你打开一下你的行李箱。不行，我怎么知道你的证件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凭什么配合你？来，蕾丝内裤。继续。录了？没有。松开。这车你的？不是租的。这辆车涉嫌重大刑事案件啊？在哪租的？租车软件租呀。什么时候租的？前天下了飞机之后，在附近的停车点提的。证件拿出来。你们真不知道我是谁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国民女神江南吗？还是说所有人都了认识你才讲？我是啊。江南怎么可能会像你这个样子？我怎么了？素质堪忧。那如果我是呢？如果你是，那我就当众到底试试。证件。江美丽。江美丽，所以江南是你的艺名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陆哥，你听到没？他现在还在这厚颜无耻说自己是江南。小杨，来旅游的？算是吧。我年底有一部电影，我提前过来做点功课，领略风土人情。一个人？对啊。单身？是啊。水可知？你呢？单身吗？ Click the link below to watch more episodes.